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集吧，要来讲历史，是，跟当有关系是英国的历史。嘿。啊，听众朋友即马可能唔知英国历史跟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是用台语写的英国历史。应该是100年前的来台湾宣教书写的。是，上可能是巴克勒。是。嘿，所以用咱台湾语言要介绍伊个国家，互咱明白。写得真好哦，写真好。嘿，这个台语非常好，比我个人感觉比伊处理的标字圣经更较好。内容嘛真好，内容真好，实在是真。即到即摆，我感觉还可会当做教材。对啊，因为我最近嘛咧研究欧洲的历史啊，尾也无想着讲是用台语写了上好，因为有诶伤济啊，哇，这是拄好，要紧的部分拢讲着。嘛甲宗教，就是讲基督教会，还是讲伊对英国历史讲甲英国宗教吼，这迄个改革的历史，对圣公会迄个张老宗安尼一直落来安尼。对啊，分做几啊集啦，咱今仔可能要讲英国历史尔。就算讲你无教会背景，你听嘛会感觉真趣味。是啦，是。因为无想着讲规个欧洲遮尔大的变化。是因为一个人想要离婚，但是这背后你个想，迄位有真久长的问题。对，就是讲到底上有这个权利，对，决定讲上会使离婚啊，是袂使离婚，对，甚至讲上会使去天堂，就这个问题。但伊甲讲出来了，我即摆去想，我感觉原来咱甲欧洲遮尔啊挖紧，你知道吗？对，其实是迄个历史是连做伙的。但一开始我要讲一样代志，就是讲，因为这对英国来说太要紧了，所以有真侪迄个，不管是表演啊，音乐啊啥，拢甲有关系，甚至还有口诀，知道吗？就是迄个英国的囡仔，伊若要背讲亨利八世啊，伊有6个太太，伊背讲伊6个是安怎，迄个下场啊，下场是安怎？就是 divorced, beheaded, died. Divorced, beheaded, survived. 有点仔押韵哦。是。就是第一个是离婚，第二个是头去用斩去，第三个是家己破病死去，所以是 died。第四个是离婚。听讲是因为伤歹，你知道吗？伊要赶转去，讲那边谁那啥海怪，这我袂甲伊结婚。结果迄个人上好，迄个女性。尾啊，踮英国的迄个乡下，几啊真熟悉啦，嘛终老的对啊，想起来是算袂歹。第五个去用斩头，就是讲伊什么婚外情的有无？他们找一个理由。上尾一个是survive是讲伊比亨利八世较晚死，但是嘛无较好啦，因为尾啊死了发生真侪代志。对啊，所以就是 divorced, beheaded, died, divorced, beheaded, survived。最近还有一个音乐剧哦。其实我这个去英国要看，结果票拢卖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音乐剧时候，伊就6个太太出来组一个合唱团，很大，就大家开始唱讲上来苗文较悲惨，会使做主唱，因为真麻烦，但是英国人就爱，所以你看讲这历史的物件，咱实在是500-600年了变成。非常现代的社会啊，这种已经不是问题啊，真自由啊，但这不是必然的哦。你个就知影，全世界真侪所在拢无迄个言论自由，你演这温死的，人讲迄个什么上个名都袂使的，对啊，想起来是因为咱来看宝贝，所以咱这集就来读吧，咱这集要读英国的部分，我想博士直接读好啊，因为。内底有真侪爱解说，有的是数学问题，有的是爱补充的，但是是用江水的台语写的。像英国的历史，在英国有2个海事，西边的叫做爱尔兰，就爱尔兰嘛，差不多台湾海事的顶倍大，东边的占然较大，差不多爱尔兰的3倍大。当边这就是咱讲大不列颠岛，Great Britain。本人分做3个国，南边英吉利，北边苏格兰，
西边威雷斯，就 Wales。早前有欧罗巴的百姓过去英国占迄个边洋，本地人就退去住伫山里，亲像汉人来台湾安尼。伫苏格兰北边有威雷斯国，也伫爱尔兰的西边拢有本地人住。因讲话是上族的话语，总是伫所在一个乡，甲英国的话拢各样。伫法国的西北边也有因遐的人伫住，因讲话也是上遐的话，另外一个乡。就是伊差不多介绍一寡地理啦，对，伊嘛讲着像台湾共款啦，就汉人来是用台湾来比拼啦，吼，互咱想象啦，到底是偌大安尼啦。但我感觉伊迄阵就真有迄个原住民的迄个中心的想法。对。就讲汉人来甲因挂入山内底，是，就亲像英国以前有人去用挂入山内底共款。对。但有一段时间，英国是有法国的西北边啦。尾下都无去了。啊，对。即马英国就是讲英伦三岛啦。对，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个北爱，南边的爱尔兰是算家己即马独立的国家，还是天主教为主的。好继续。伊讲一个，就讲伊语言基本上是相像的，但腔就无共的。对，这嘛甲咱台湾相像，咱有种有传啊。像我去小个人，因讲英文，他是要听不晓。对啦，我一个老师所迄个罗义仁老师就咧学讲我小个人咧讲话拢一个腔啊，咱无啥关系。但是我最爱听伊讲迄个圣灵。伊要读 Holy Spirit， 安尼啊，因为较关起来哈。你叫伊拢无迄个卷舌，所以这边 Spirit， 对啊，我感觉伊讲我圣灵的感觉。有人继续读。西元1066年，法国罗曼省的王来拍英国，做英国的王，因有缘爱管罗曼，几若百年久，常常甲法国交战。西元1771年，英国的王亨利二世，亨利二世，去拍爱尔兰，百壁已经有反复移去。这先讲上是百壁Pope，就是教宗教皇，这个教皇反复迄个亨利二世去拍爱尔兰了。对，迄种教宗的那。欧洲的王，伊也感觉也使叫上去拍上安尼。因为爱尔兰的教会无实心降服罗马，迄时亨利有得罪百壁，伊去拍爱尔兰，算是有功劳伫百壁，总是百姓拢毋甘愿降，常常爱拆开。虽然属英国，因的公议院久久另外组织。办代志，伫1801年就联合伫伦敦城，拢做一位组织，总是因要故毋肯出力，计较爱拆开。伫北边有一省叫做乌里斯特，人伫遐较亲像苏格兰人，真热心趁耶稣教。有爱国的心，伫南边甲西边的百姓较侪趁天主教，因真毋甘愿降服，久久计较爱拆开独立，近来险险反叛，伫到英国，故不将着纽因，互因另外组织办因家己的代志。只有有缘降服国王，也毋通另外甲外国立约。伫1920年，南北卖三河有两个公议院另外办代志，北边的爱甲英国三河，南边的较爱三里。但是伊正要讲迄个爱尔兰的历史啦，对，就讲。
一开始是往拍来是迄个亨利二世，伊有翻车，这个别个所在有讲，咱即个无读到，但我简单讲就是，反正都无听话啦，就迄个高中就叫伊去，佮买钱，所以伫他们大雪天落雪时阵，佮我翘下久尾啊，伊搭就算讲下面你，伊就听爸爸话去拍爱尔兰，所以是安尼，但是爱尔兰就一直拢食无落来。因为大家拢有家己的意见，讲要拆开，伊是用拆开，就是要独立啦。有一段时间是踮英国伦敦遐做伙开会的议会，尾来佮家己出来。即嘛是南爱跟北爱，北爱是英国的，最近遮迄个这个讲什么党迄个，佮要独立了。对啊，人讲什么大英联合公国 United Kingdom 其实都有北边的爱尔兰，对，还有苏格兰、英格兰、加威尔士，所以就是安尼。伊即摆要甲这讲过，因为简单尔，因为对巴克来讲，伊可能无差，第一已经是出去啊。但是北边迄边较有关系，因为伊是基督教的，对，嘛较我苏格兰，较我苏格兰，伫个文章内面是讲较我苏格兰啦。对啊，所以因遐有真济苏格兰去遐尾啊，嘛有受着压迫啦。所以迄故事另外一个所在有讲，但咱即马先跳过。但是即马先简单介绍讲英国的地理啊，个一个真地历史。但是即马要来讲较要紧的是英格兰的历史。好。伫威尼斯本人有几若族，逐个有伊的头人。伫1282年，因拢互英国王伊瓦 Edward 一世较赢，对迄碟属大英国。英国王几若个爱拍苏格兰国，互伊降服，总是无法得，久相台。有时赢，有时输。西元1503年，亨利8世的大子继苏格兰国王雅各6世，后来伊的子孙做苏格兰王。亨利8世生一个后生，两个查某囝，伊连继位，总是三个拢无好事。西元1603年。请苏格兰的王雅各6世做英国的王，因为伊算是第一亲。对安尼两个国合做一个，总是公议院由原另外组织，到1707年才联合。伊即摆主要就是讲，像咱尾后迄个苏格兰的迄个合过来的合作伙的，迄过程是安怎？对啊，因为苏格兰。对咱来讲嘛，可能较要紧啦。伊即嘛要讲，就早期英国就是分开的啦。伊是嘛拢算诸侯啊、贵族安尼。对。王的迄个权力无遐大，但慢慢到亨利8世搭合作会。对。即嘛在讲就早以前，咱正好说什么杜多王朝啊 ，Stewart 就是差不多爱算亨利8世开始。进前无遐难大的权力。而且苏格兰嘛是拍来拍去，对啦。定下拢无一定是南部赢哦。有当时嘛苏格兰赢。对啊，但是即马过来开始较要紧啦。就是咱先讲什么叫规整好啊 ？Reform 啦 ，Reform 迄个英文的翻译，就是对徛伫新教立场，就是行到转来原来初期教会的信仰啦。咱感觉对新教来讲，天主教是歪对边仔去，因规正倒转来正，有人倒转来伫正路顶头，就规正啦。reform， 你用汉语看就是改邪归正。对了。就讲咱来看，咱是正统的对啊。对啦。所以就会规正转来啊。即嘛是要为英国爱写，因为咱之前捌讲过，罗甸马丁啊，加尼文啊，迄是欧洲大陆，欧洲迄边啊，英国则是因本来嘛好好啊，拢听天主教意见嘛，天主教讲教宗的爸爸，叫伊去拍爱尔兰，伊就去拍，嘛乖乖啊，等于即个亨利8世起来了，欧洲开始变，英国嘛开始变，咱来看伊即嘛开始重点，英国规正。
西元1485年，亨利7世继位。迄时英国较衰微，因为久久有两个帮头在相争，轮流做王。帮头就是哪像种族啊啦，贵族啦，贵族啦，对，庄主嘿。亨利要未做王的时，已经带因迄帮头一个负责人做某，对安尼时，两边拢甘愿降服，各就3和。伊遮定系讲着降服这个词，就是和平啊、相符的意思。大家拢愿意讲卖个拍战啦。即嘛是因为这个结婚，所合起来，大家拢无意见。亨利有两个后生，大个叫做阿达 （Arthur），第二个亨利。阿达带西班牙国王的查某囝 Catherine， 带了无偌久伊就死。亨利真烦恼，伊甲西班牙王结亲，是因为英国王迄时较软正，爱得到西班牙国的保护。总是阿达已经死，就较无亲，所以想一项的法度，就是要互伊的第二囝亨利带伊的兄嫂，却照教会的规矩，人毋通带伊的兄嫂。总是人讲阿达甲伊的某无成亲，老爸也真得意，就去求巴别允准，亨利就带伊。其实这写得真好咧，对，但是就是伊第一个某啦吼，是伊阿嫂啦。对，咱先解释一下，就是讲英国即嘛爱靠西班牙的保护啦，所以这亨利7世了，对，亨利8世的爸爸生两个囡仔，照理讲是大囝的继承嘛，所以大囝就去带西班牙人，个公主 Catherine， 但是无想到讲大囝所挑起，即嘛要安怎？就叫亨利，就是后来亨利8世第二个囝去带因哥哥的太太。对了，安尼是淡薄怪怪，但是巴别同意啊，但这个背后就教皇同意啦，这个是教皇的真大的权利啦。对啦，就讲伊会使就会使。伊解释讲安尼无竞争，无乱伦啦。因为伊拄仔有讲了一句嘛。伊讲伊虽然有结过，但是无迄个。有人讲因无实际翁仔某关系啦，所以会使啦。对，反正巴别从这个角度去看。大囝死啊嘛，所以就嘛。叫二囝带伊阿嫂安尼啦。这就亨利8世啦。爸爸若挑起，就变成亨利8世做王啊。因为真正英国算统一啊啦，就是讲本来是2派，就这一派。小个人个独立啊，这样是英格兰尔。无偌久，伊的老爸死，伫1509年，亨利8世继位，10多年久，伊不知出力兴起英国路德传道理的时，亨利拄一本册辩驳伊，巴别真欢喜，称呼伊做照顾圣教的。到这点，英国王要求用这个号。这时候欧洲已经有路德马丁的改革啊，对，但是亨利是徛伫教宗这边啊，对，迄阵你徛伫教宗迄边，写者讲这路德马丁已经歪去啊，但你看尾下就完全无共款了，即嘛英国佫是甲西班牙袂歹嘛，甲教皇袂歹啦，西元1527年，亨利较过晏，伊有生一个查某囝，号做玛利亚。总是无生后生，因为安尼真烦恼，惊了伊若死，英国会搁乱，两边相抬。照伊讲，是上帝在责备伊的罪，因为伊带伊的兄嫂，但的确着离伊。却迄时也有看见别个负责人，名叫做阿尼波林，对，安尼波林哈，伊。真爱带伊，所以请巴别就准伊离某。这问题，这问题，这大家读历史知影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坡林出太水啊！即摆问题是，伊带这阿兄的太太阿嘛无生囝啊，就生一个查某或者玛利亚，个伊即摆看到这个，伊是伫宫廷内底做代志，或者 Amberlin， 可能嘛有影真水吧，较少年啦，我是讲，即摆问题是就无法度离婚啦。无说会使小解说一下，就是伊感觉讲，伊无生囝是上帝诶责备。古早迄个，包括西方嘛是拢查甫人起来咧接王位诶。迄个时阵可能伊安尼心理上家己有哪头有哪感觉怪怪啊。哎呀有一个乱伦的关系，敢若讲利未记有一个所在有写，对，你袂使，所以就用这个理由去做教皇，叫教皇，互伊带迄个李头前的某来带这个宫廷内面这个某人这个官啦，系啊，这女官啦。但是伊嘛无一定讲会使生囝嘛，对，但是反正老的这先理调来讲，对啦，爸爸无念边定着来因伊毋爱得罪伊。也毋爱得罪皇帝，就是王后的外甥。简单言前，亨利就请教欧罗巴学校的先生，开这所费，因无相同的意思，较侪议定伊带伊的兄嫂是毋对。对啊，所以因就用利未记来讲嘛。对，就是变讲爸爸嘛无啥。原因讲直接讲你会使离还是袂使离，因为背后有迄个政治的问题。对，因为英国安尼会得罪西班牙。对，会得罪西班牙。对，伊若真正甲离，得罪西班牙。亨利个开钱去做迄个，伊讲欧洲的先生的迄个像神学教授啊啥。对，因的意见嘛，讲安尼敢若的确是无好啦，所以你才会无囝，所以有这个关系啦。总是爸爸有缘无准伊离母。伊就弃绝爸爸，讲英国的教会无降服伊，拢着降服国王，勉强教会认伊做头。西元1533年，带安妮·波林监督长已经离Catherine，迄时公议院组织记定国王是教会的头。爸爸拢无权，总是防密，毋通假换。人若传列教的道理，有缘就掠去消息。这有真侪资料的。这资料最要紧的。这一句，但咱用迄即番台语解说啦。伊讲伊想就讲过去我做教会头好啊。意思就是英国无好。英国头毋是 Pope 啦，英国头是我亨利八世啊，伊这是上基本的问题啊，包括属灵的头啦。你讲信仰的头是爱看罗马，伊讲无迄个代志啊。这点，咱亨利八世就出来啊，直接甲抢过来对啊，就是伊管教会，所以伊会使决定讲是毋是离婚。是毋是合迄个圣经啥？而且伊这个事爱大家爱知影，或者监督长监督长迄个 Canterbury 的大主教啦。以前拢用主教，拢用监督啦。迄个监督啦。监督长就是大主教。大主教啦。这到即马伫圣公会内面嘛是上大的主教，迄个上大的位吼，类似天主教的教皇相像。所以你若看迄个王家呐结婚啦，什么吼，拢伫 Canterbury 的大主教的主持下面，做宗教仪式。照你讲，即马这个监督，一般来讲，这个主教应该是互罗马去决定的。对。即马是亨利会使决定。因为做头嘛。对。所以就变成讲，规个教会刷入来英国。所以人讲为即马开始，本来是 Church in England。但是。高中淡家迄个分店，就变成是 Church of England， 对啦，我就是正殿的，对，我是总殿。伊基本这段咧讲，就是清楚的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啦，这是这意思啦。我无咧，逐项都爱甲你罗马清洗啦。
但其实是上起头是安尼结婚这样代志啊，对，我离婚这个，离婚这样代志，互伊开始去想讲英国是英国人，后来有一寡人要起来背后嘛是迄款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迄款的想法呢。对啊，而且你爱看，拄啊无偌久进前，一个就是写册来迄个支持教皇啊。对了，欸，所以这个转换真大啦。对啊，所以有反驳伊就甲消息。对，伊嘛真决心要做这样代志的。对。照安尼看，亨利一世人无啥物规正，不过是毋肯降服百病那定。这句啊，无啥物规正，是讲伊毋是真正要改革伊个种。嘿啦，伊毋是要改革迄个要行做 reform 的路来啦，伊是婚姻的问题尔啦。伊杀死罗马教的人，因为因有缘认百病，无认伊做教会的头。也昆毒趁罗马教的百姓，这想讲一个昆毒这里，昆毒就是迄个压迫啦、欺负啦，用汉字写，有一种写法是顶头一个堂啊头吼，一个是那血啊个下骹一个君王的君啦，啊族是族出的族啦，困族，昆毒，这是咱台语的用法，反正就是压迫啦，压迫。伊杀死罗马教的人，因为因有缘认百病，无认伊做教会头，也困毒趁罗马教的百姓。有两人翻译圣册，非底 free， 甲经达听到，百姓是世界尾去看，非底互行李消息，丁达走去欧罗巴伫遐互人消息。哎呀，迄是有内部已经有人要改革啦。当即主张讲，大人爱家己读圣经啊，毋免通过主教来认捌圣经。所以有人翻译圣经，这最出名内面就是听到啊，听到，有受到欧洲的影响啦。已经开始有人为了翻译圣经这款代志来死。但是亨利即嘛上迄个第一，但是毋是这，所以你翻译嘛是感觉你消息。你即嘛看到爱你认你做教会头尔啦。对了。迄时侪人嫌修道人的品行，讲因贫惰，国王找人去查考，因回复讲是有影安尼。回复是回复。也遐个修道人甲尼姑侪也爱脱离因的愿，讲伊就议定着会者的暗是尼姑暗啦，将因的业产业冲入讲，互国家得到侪银。对安尼，亨利大好业总是无啥物路用，因为伊真够开。这嘛讲真个代志，亨利这嘛淡薄一不做二不休的在讲，反正我已经做教会头啊，我来改革，但是伊其实是看着遐个钱啊。对，所以因为修道院这个是天主教的嘛，对，新教无这个问题，就伊用一个理由是讲，叫人去看讲伊是毋是像人讲的，乱舞啊，回报讲有，伊就甲拢个收起来。钱拢甲充公，伊这那个把叫伊就讲，其实无路用，因为做我开，但是伊嘛爱开，因为战争来啊。虽然国王有这个款式，要顾百姓侪有得到稳定的道理，真爱规正。监督长克瑞比 Kramer 体贴路德甲苏英理的道理，伦理啦，这是欧陆的啦，伊这是马丁路德，这是慈运理啦，慈运理，这是瑞士的，也有宰相名叫做宽维列，伊有劝国王着较好胆规正，通甲规正的国三河立约，亨利不得已。趁伊的话，也准百姓读圣册。所以拄啊，伊在小伊翻译的人，但即嘛，这新的主教是建的嘛，这当然嘛对天主教较无好。伊即阵已经，迄个 Kramer 已经起来做大主教啦。对，伊就
变成讲伊是剑桥学者了，对，伊本来的对，伊这大学老师啦，新搞这物件，就变讲慢慢甲这传入去亨利内底，但伊都有一寡理由啦，伊种的理由是讲，因为欧陆有一寡新教国家嘛，来做伙联合对抗天主教，变较难，所以伊即嘛讲亨利的不得已，后来互人读圣册，嘛是这个 Cranmer 写迄个公道书，公道文，即伊迄个 Cranmer 后壁讲着，伊有写一本公道文咯，后来一直修，就是即嘛圣公会咧用迄本公道文啦。但迄真要紧咯，迄本是整个诶圣公会诶神学诶中心嘛，而且就是真大改革啦，伊变讲，比如以什么讲道为中心嘛，这有诶，真侪天主教无迄阵，因为人毋知要怎做嘛。天主教你甲废掉了，那么礼拜，所以伊就用伊个神学甲真侪迄个思想啥拢为遐开始写出来，真侪改革拢是安尼，偷偷在内底，嘿，因为一寡理由，因为讲其实无遐尼低这样代志，但是我即摆回想啦，我是真感谢迄个时代人，伊是用迄个生命迄个。有够啊！我感觉伫迄个年代，即寡人拢做啊。无注意就去用抬头啊。对。过来，西元1533年，阿尼普林生一个查某囝，名伊丽莎白。后来国王嫌王后无正经，甲伊抬头，搁娶一个号做恩西摩。迄时恩西摩，好，到这先讲者。所以第一个已经叫离婚嘛，咱就开始讲 divorced，所以第二个是 beheaded 抬头，这是伊个好不容易哇，婚礼上就是要甲第一个离婚佮娶一个，就是甲迄个甲教皇拆离，就是为着伊，但是既然甲抬头，抬头，因为人讲伊凊彩乱来，对啦。而且伊看生一个查某囡仔，这查某囡仔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对啊，所以说伊丽莎白遮尔要紧的人，伊妈妈是去用抬头的哦，但种伊丽莎白去走去保去比啊，对啊，所以种个娶第三个啊，这第三个尾也是带的，也是破病过身，有人也故事较少人咱个台湾，迄时罗马教的人伫北平反叛，因为巴别已经。国王的职总是快互亨利较赢，王后生一个查甫囝，名伊娃 Edward， 大家真欢喜，国位较徛在。可惜王后死伫西元1537年。我是应该讲主后吧？讲谁吧？是。对，我记，就是讲所以即嘛其实是袂歹，因为。教皇派人来个拍，亨利嘛拍赢，而且这亨利第三个某，佮生一个查甫诶，这其实已经真完美啊，气势真旺诶，系啊，但是这皇后先过身啦，宰相潘威咧，甲监督长孙启辉，劝亨利着较决断为非正的国，也举荐一个探道理的。王亲做王后，总是亨利毋肯进步，颠倒较倒退，开始宽慰咧利益的某。所以即嘛就讲第四个啊，因为即嘛这个主教啥，伊就讲这机会真好啊，第三个有生啊，你会使去娶一个新的嘛，咱即嘛来娶一个德国来，嘛是规正的嘛，你毋是真好对不对？更较强。这就是讲这个伤歹啊，你无爱，所以个 divorce 就是个离婚呀，伊个个的进程个做为拍拼一个算宰相迄个角色，嘛个台戏，而且这个主角的 Cranmer 煞点起啊，等于讲本来想讲会使更加进一步去改革的，但是亨利其实无迄个想法，伊即马做王之后就欢喜的，嘛是教会头，伫1539年禁人读圣册。所以伊就开始个学拜，叫人买读圣册。也吩咐百姓的确着守6条的道理，就是性变质、美杀、各改、嫁娶，人系即号无嫁娶的愿未刷得，也兄弟食饼
便认赔，因为安尼侪人受困住。照安尼看，亨利王无影归正，永远是趁天主教的道理，伊不过是毋认巴别做英国教的头人，这确实应该。讲者就是讲，伊无法读圣者，而且佫恢复一寡天主教的做代志。对圣礼变质煞啦，就是你领圣饼是迄，就是这是捉到了变做耶稣的身躯啦，迄个葡萄酒捉到了变耶稣的血安尼，变质煞啦。而且佫有其他变化，弥撒啦，这拢是天主教啊，各告诫啦，吼，各戒啦，告诫就是去做迄个神父公理做什么代志？迄个神父你若神父也是讲收入你若下官讲无一生无要加，迄都毋通改变啦。这个佫倒等于旧诶啊，对这咱后壁佫有一集诶，就倒来看即个，应该是巴克勒伊咧讲天主教问题，因为真个真好啦。但即摆你会记得，就是讲亨利伊无心要改革啦，伊得到伊诶权利了，伊就佫爱迄个，跟迄个天主教迄个仪式个啥，有迄靠有迄个权威啦。亨利佫带一个某2年久就甲伊抬死，后来佫带一个亨利伫1547年死，王侯夭伫地。所以上尾所以第5个就是佫叫抬头，这嘛是就讲伊说乱来，反正就理由就使。第6个是亨利先死啊，所以第6个 survived。但是太太袂使接吧，所以即马假如毋知听到遮。知影带一个接班无？对，生迄个查甫诶，生一个查甫诶，这是 Edward 第3个某生诶嘛，就是妈妈已经过身啊啦，所以即马查甫诶优先嘛，所以 Edward 来接，这 Edward 6世，Edward 6世这位也是伊10岁拿定，但是他10岁尔，迄时抑佫一种讲法是9岁，迄时百姓较侪爱佫兴起。迄个旧款，毋过大官侪毋爱降服百别，也有几若会真热心的先生传归正的道理。监督长克雷米备办一本的祈祷文，互逐所在的教会用，甲现今所用的差不多相同，也有会无。几若项诶风俗，所以即马就是因为即个国王无啥物权利嘛，像少年啦，监督长的 Kramer， 剑桥街个伫咧，伊就趁即个机会，佮一个大官，伊去改革，所以就写出一本，就是今仔日咧迄公道文，当然半路有个修过啦，这 Book of Common Player，BCP，所以即马看是有希望啊，可惜毋是安尼好。佮请欧罗巴几若会真熬归正的先生，过来英国做学校的先生，也辩论道理，互百姓听。对迄碟备办圣经有42条，因的道理甲甲林是考面加尔文，甲林的道理3000章。后来人佫顺靠读3条，所剩39条是今仔日王家教的圣经。王家教就是皇家教啦，国教意思。即马有一个英国国教已经慢慢出现啦。伊的教义甲天主教无共款，对，是较近迄个咱天主教这边的。对，伊这39条已经足近诶啦。对啊，看是有希望啊啦，但是就是无遐简单啦。对安尼有人要较进前，较亲像咱长老教的款，因真毋爱认人做祭司，伫拜堂内毋爱用坛，也毋爱先生穿礼服，因逐项爱较严、较清楚，人称因做玻璃炭。清教徒，差不多是清洁的意思。因一人互国家关落家，
都有一派人感觉解决无够。这就张老会。张老搞讲有这迄个对，感觉讲咱爱穿礼服，对不对？咱爱有一个段这段，这段就是迄个天主教在安尼啊，像张老教会即嘛无这段嘛，有一个岛啊，有当时啊，迄个假性才能先搬出来的，但是你即马去英国嘛是有一个台啊，可能就水哦。对，圣公会都有啊，这中山基督长老教会，因咧较早就是下圣段所在，所以伊头前一个较早下段所在看看。哎呀，所以即嘛就空一地的，空一地的啊。但迄就是砖头，什么耶稣顶咧，什么十字架啊，逐项拢有。但是这个时阵英国阁是安尼啦，所以有一派人就是人讲清教徒，就讲哎，更较明白去，更较认真解决，结果全叫人相信。因为有当时啊，解决无法度较紧啦。体贴罗马教的人也若决断，看见代志，伫家换因出力辩驳，因有诶也怪家。都另外一派，其实天主教嘛开始起来乱，一个两边拢叫用怪家就对了。伫1552年，国王真揽性命，伊诶朋友真看路，因为伊若死，伊诶大姊玛利亚要做王，毋过伊真伫意趁罗马教。哎呀，这么问题啦，即嘛这个爱德华身体无好，伊翘起就变因姐姐。但你也记得哦，因姐姐诶妈妈是天主教诶，而且是因爸爸这个甲离婚离去啊。伊即马做王绝对袂对遮诶解决诶客气。伊话 Edward 哈就说法讲，伊若死，就设伊诶二姑玛利亚诶查某孙做女王。迄个人诶名号做恩基勒 Jane Grey。伊是真牛诶查某人，真好德行，也真热心，趁规正诶道理。伊诶大官有伯爵，也是常常出力治理国家。伫1553年伊话死，迄时恩基勒诶大官设伊做女王，总是百姓毋肯认伊。玛利亚就做女王。将恩基勒甲伊关落家，杀死伊诶大官。对啊，就这个 Edward 有一个正贵族诶亲情啦。伊本来想讲伊死啊，伊会使叫伊查某囝来做王。对啊，但是百姓反叛。而且玛利亚算讲想起来伊是有真正诶地位，较正统啦。对啊，因为天主教无准伊离婚啦，所以伊妈妈算讲是。第一个皇后嘛，反正玛利亚就转来，这就是人讲的血腥玛丽 ，Bloody Mary，Bloody Mary，那读嘿，女王玛利亚真爱过兴起罗马教，百姓却也最甘愿。系啊，你话英国人其实真侪人信赖还是天主教，所以这解决毋是一时间或者无什么嫌，总是有。几啊项代志，互百姓真无欢喜。因后来较决断归正。即马你也无遐尼好啦，所以尾来想，跟他改正还是较好啦。归正就是感觉下面有发生两个代志，互因决定讲要行对归正的路啦。民意如流水。一项是因为伊继西班牙王腓力，百姓无欢喜，伊的监督长劝伊毋通。总是伊决断要对几若位有反叛，毋过袂赢。不过帝教恩基勒甲伊丈夫互王抬头，因为伊只系天主教嘛，所以就想要继续西班牙诶人。这时阵英国百姓有淡薄仔迄独立诶心情啦。可能嘛是亨利带因诶。你刚讲咱会使。家己做一个真强的国家，即摆若西班牙来，佮变得互惯去诶。搁一项代志，互百姓真无欢喜，就是搁降服霸别。佮要听教皇的话。公义院会无因前所预定诶，
巴别找一个钦差到英国，玛利亚甲伊的丈夫甲上下的公议员拢跪伫伊的面头前，互伊赦免，佮接纳降服巴别。哦，这真严重。这 Bloody Mary 是带上医院甲下医院，甲遐文武百官去跪伫迄个教皇哦，迄是伊的 message 派来迄个 message 的头前啊，伫遐跪啊，这样代志去互英国人足无欢喜的。对啊，因开始有一个动力，就要倒转去啊，就对啦，因要倒转去天主教啊，迄个场面我看百姓看着有够袂爽的啦。听到的无法度记证，记证袂掉啊。但是照你讲，本来就是安尼啊。系啊，是变成讲亨利迄阵翻盘了，大家发现讲安尼毋对啊，是安尼较无好啊。其他国家应该就欢喜啊。对啊，继续。亨利百姓将教会业济充公，玛利亚真烦恼，哪准亲像做歹贼一样，爱要勉强人就拢行，这个代志也人真无爱。对，亨利八世真有没收真侪土地啊。对，遐收到伊。啊，玛利亚感觉安尼先要做贼，我开始登记，安尼嘛无欢喜啊，这有利益个问题啦。啊，百姓第一个袂爽的是头拄咱读这代，啊，第二个是过落来。对以往的时阵，圣教的道理传哪开阔，哪侪人欢喜承受，因侪是真喜乐的人，真够讲道理，互百姓真学乐因。对咧，这我毋知咧，真喜乐的人什么意思？我嘛查无，那就讲有一寡地位哦。对嘿，我看顶下文讲有本事有下落，有名有姓，有名有姓的人啦，有足迹迄个感觉，迄个感觉，这咱即么我查过本字典拢无这个事。但伊的意思可能是讲，在迄改革过程内底，有真侪已经有地位啊，有地势人，因拢发现讲爱归正，新教的道理较好啊。嘿啊，对了，我相信这个意思啦。我查到19世纪的字典嘛，无这个事。这有真喜乐的人，就是大家拢查出名的人啦。有迄个 poverty， 有迄个资产的人，有产阶级的。真够讲道理，互百姓真学乐因。总是玛利亚甲伊的大官掠因去小事，计将300外人，因死的时也欢喜干净救主的恩，不知感激人的心。对安尼人真嫌玛利亚，叫伊做老费的玛利亚。到今仔日犹原是安尼叫伊。对 ，Bloody Mary 老费的玛利亚。伊种甲遮的精英个掠去烧死。啊，拄啊讲的这监督长，就是迄个 Kramer。剑桥大学一个，伊玛利亚就一个死，而且伊个捌写的签名讲伊反悔以前伊改教遐代志啦，对，写迄落啊，但是要最后要死刑的是忽然间啊，圣神感动伫遐讲，我对不起啊，我以前所改革遐拢是对的。这样要甲害死的人是毋对的，伊遐圣神大感动，伫遐做见证的呢。而且这人写啦，但迄阵伊就讲，伊要写我成为我的正手开始写起，因为我这个手就是签名，好定我真正讲的物件，我对不起耶稣，真我甘心啦，但是你就知影讲。所以要安尼一个改教，个对新教过来吼，我想安尼偌济人死，偌济人，伊就实在是足可怜的呢。对啊，但我像伊我嘛是讲伊若个老的会使偷偷改革，因为真正对伊个亨利嘛是安尼。伊是慢慢啊来啦。但是到玛利亚时阵，又延一寡时间，但是尾啊嘛无机会啊。对啦，对宣告去啊。所以到即嘛，你就感觉讲新教其实惨嘛。对啊。但是另外有人写上帝有旨意，但是玛利亚抬起遮尔侪人，罗马王转来派人来个跪哦，百姓嘛开始镇压下，奇怪就嘛有新教，就知影，接下来这人就太要紧了，哇，这人太要紧了，伊丽莎白，对，
但这个有啥嘛？上特别的所在，我想真正迄阵嘛咧记得啦。但上特别说，玛利亚无生囝，对，翘起啊，真紧的翘起啊，好，啥？第1558年，玛利亚死5年啦，就5年的时间啦。伊的小妹伊丽莎白接伊的位，伊爱设法亲像伊的老爸的款，就是爱逐项照顾，只有无幸福百病那定。总是那个小东西，所以伊丽莎白伫信仰上，我那无讲足前进的啦，无讲足前进的。但我感觉伊即马必须安尼做，因为伊国家因为宗教问题已经在战争啊。而且伊即马才25岁尔。啊，伊即个，甲伊个弟弟啊，甲伊个因爸爸发生太多代志啊，25岁查某囝起来。伊个这大臣的问题啥，我想伊即马爱保持一寡空间啦，但是有即点真要紧，伊就是不爱幸福百病。对，伊即点足信因老爸啦，伊要保持。历史上讲伊丽莎白是足个性上足信爸爸。对啊，而且伊要保持即个英国的独立的地位啦。这你看因这就无这个困扰啊，但是这部分我毋知为虾米，可能是信心感动还是哪，但这个是真要紧的代志。总是袂用的，一项是伊若安尼设法，就英国拢无判，罗马教的国嫌伊无幸福百病，耶稣教的国嫌伊无趁规正的道理。哎呀，你看这么就麻烦了，这边两面不是人。一边讲你喊我，一边讲你的改革，不够无做咧，我嘛不爱支持你啊。有个百姓哪久哪爱规正，玛利亚困住教会的时，最热心的人走去瑞士国，食年花城日内瓦日内瓦，伫遐得到甲林的道理，对加尔文，所以这嘛跟咱有关系啊。因倒转来英国，拢探普利坦的艺术。普利坦是就普利坦是较天主教较爱用的示范教，反正都家一直要反对的啊。咱家己较爱用规正啦，咱倒转去食咯啊。普利坦是迄个，恁大家要反对的啦，为反对而反对。就是咱就讲迄个 Protestant。对，抗议是 protest， 抗议中啦，抗议中，伊即嘛是用另外一个词啦，但是就是改革中的迄个思想拢已经摕转来啦。即号的道理，伊丽莎白定着毋爱，常常设法压制这先生，有的律职，有的官家。律职是的，甲革职啦，不能有啥物教会。这就无去，直接来去关，因为这人佮想要等来改革啊。因为有受到迄个加利门的影响，嘛有影在随处下种改革较袂歹啊。伊丽莎白欢喜罗马教的礼数，爱敬神父毋通嫁娶，捌去赴弥撒，总是百病毋认伊做王。讲毋是大某生的，袂堪得做王。就爱求百伯准才通坐位，伊丽莎白自然毋肯做安尼，百伯就甲西班牙的国王腓力二世参详，看会互英国百姓反叛，总是伊丽莎白得到知，掠着迄个无反的头人，甲伊抬头。所以这嘛是天主教甲新教拢感觉有一寡机会啊。天主教这边就感觉讲，你这伊丽莎白是，你妈妈是无合法的嘛？就是因为第一个离婚是无成立的，所以你即摆来甲我求我下面。而且伊嘛听讲伊丽莎白，算讲爱去弥撒的啦。佮无想到伊丽莎白毋肯。这我感觉就是伊自由意志啊，但是这就是想要伊个地位遮尔悬，伊就是毋肯。伊像因爸爸，伊无爱幸福伫教皇的迄个权威以下。另外一派人嘛想要改革，但是伊丽莎白佮无想要像伊讲安尼，全部变成，比如讲罗德教，还是讲加利文这边的改革。尾啊，教宗是动作较大啦，伊就直接
去找西班牙为了甲拍，所以难道有讲什么打败无敌舰队？对，唯一这代志哦，世界这样大的代志。结果拍一个无想到西班牙，那怎男性命到今日？对啊，人讲伊的迄阵有一阵怪风，你知道吗？一边是讲是套南风啊，上帝的力量，一边是讲迄个上帝处罚。反正以新教来讲，就是感谢迄个风啦。西班牙舰队的无拍好，还不也输去，这应该嘛讲一寡迄时人哪久哪知罗马教的大厉害，苏格兰摄政的大官互因气死。后来荷兰的威廉也是安尼，人也听见法国王伫巴多罗买的节日杀死遐济人，伫英国2摆有人结党要刺死伊丽莎白，官府加在得到知去掠因，毋过大家真嫌因煞设国法真严，毋准人传说天主教，有人甲犯着煞受刑罚，有人讲是受困毒。毋过因受刑罚，毋是因为道理的缘故，是因为妖异因模范的意思，也拢未比得罗马教困毒归正教的相中，100无1分的艰苦。这爱解释一下，伊即摆真紧讲，就是讲，这个时代啊，英国人已经甲迄个天主教甲叛国合作会啊，因为有看来讲，这天主教愈来愈毋是款吧？就是讲，因为去荷兰嘛，去法国达位，拢杀死真侪新教的人，特别是法国有一项代志，就是人咧办结婚时，迄杀10几万人。就天主教就只要宣布讲，什么人甲杀死伊丽莎白，拢是受到上帝祝福的。所以冇真正的走来要杀死伊丽莎白，所以即摆英国人有迄个真强的意识的，感觉讲天主教就是叛国，这是叛国。这对新教尾也有真大影响啦。但是咱们遮迄个巴克类可能，你感觉讲这是补充一个，就是讲虽然伊丽莎白迄阵甲法律定较足严的，你若信天主教的啥物关家也是杀死，但是是因为这个缘故。好，继续。迄时大家知，若要消灭耶稣教，的确着大胜较赢英国。所以即摆英国已经变成是归正教迄个堡垒，因为欧洲迄边输了足惨的，剩瑞士尔，含德国嘛输了足惨的，是差一个寡尾也是瑞典入去拍。所以即摆英国非常要紧哦！你想咱的新教历史就要结束啊，迄但是因为伊丽莎白继续。巴别激出女王，腓力2世找伊的兵到英国对面的一所在，也备办150个大隻舰船，通去载兵过去拍英国。伫1588年，因起身，英国的舰船较少也较细只，毋过较活动。迄时出南风真大，遐个船未挖山，就直驶对苏格兰的北边，倒转去西班牙。到位的时，剩54只艦艇，就150只变54只。对，迄时无过来拍英国。英国的永远咧收掉。这个就是迄个真出名迄个英国拍败迄个无敌舰队西班牙的舰队。所以你安想个嘛是上帝拍赢的。其实英国应该是会输，结果迄个南风。后来伊丽莎白定得归正，总是犹原无欢喜普利坦人的意思。对，这新教有诶实在是有诶律籍，有诶官家，有诶走去外国，因有人拄册辩论道理，煞互伊掠去台。对，伊即卖伊莎已经非常确定讲伊袂去信天主教啊。
但是伊个感觉讲这新教会实在是伤过激进，你知道吗？啊伊嘛无爱这样一直起来要改革，所以就卡咧一个中央啦。伊最旺的是大英国大兴王，伊会准到逐所在设立属国，属国就是殖民地。人也较爱读册，天下第一敖的诗王 Shakespeare 属伫迄时。嘿，伊尾啊活50几年，啊，伊就等于讲保守过英国，那照你看伊是较属规正教的，但伊无想要改革到一个程度，无够彻底啦。嘿啊，但是在迄个中间，英国是真安全的啊，而且进步真紧。不管是经济啊，还是讲迄个文学有 Shakespeare 的这个时代，所以人讲伊是英国迄个真大的转捩点。但是恁读到即嘛，你就知影讲，这背后实在是差一岁啊，都不共款啦。对了，对啊，你看伊这济，好你刚才真早的亏心。啊，后来这个说130万就是台北市，因为真济人那个磨砂都无代志，啊，而且真济遐个边啊，迄不管是新教上，拢希望讲伊使结婚。伊一个结婚可能就过个早争去啊，对啦，还是讲变成更较活新教都不能知。反正上帝就是安尼安排，尾仔就是安尼。反正讲到遮就好啊。迄个 James King James 无讲。那我要讲，我那边讲真正歹势，对啊，这个讲想要一个王，因为这个王就是甲英国统一起来。雅各一世王，伫1603年，伊丽莎白死，苏格兰王雅各6世接位，叫做雅各一世。伊本人踮伫苏格兰，嫌长老教毋好，照伊讲，降服迄号。百姓较无惊国王，较敢批评，伊。伊常常讲一句：无监督就无国王。雅各王有一项好处，就是设法翻译圣册，已经有400-500翻译。这什么？已经有400-500啊！是嘞，已经有400-500翻译。做英文，伊请47个先生，佮顺较详细，伫1611年印，到今仔日，侪人要求伫用伊。这就是钦定版 ，King James 一本册啦 ，King James Bible。这样讲者就是伊即马批评迄个长老教，即马苏格兰其实是长老教，就是讲 John Knox 时阵做诶，伊一个特色就是。主权是耶稣，规教会头就是耶稣是对啊，毋是什么英国国王还是苏格兰王，这雅各伊是亲家嘛，所以伊稍微死伊无生，所以就变成伊来做王，所以因为安尼，苏格兰还有啥合作者，所以因为安尼同意，你知道，真正拍遐侪年，结果尾也是，同意，就是拄好是安尼，就亲家关系，就是拄到王朝 Stewart，因为拢是这个血统来的。我补一项就是讲，这个 King James 一本吼，伊迄个时阵就是圣经伫英国诶民间有2本咧流行，一本是圣公会诶主教译本，一本是差不多长老教这边诶迄个诺斯翻译诶迄个版本。这2本大家人拢感觉我这本才对，所以迄阵 King James 怎招2边诶人来做伙翻，做伙翻是一人出一半。50人，50人吼，尾啊，咱找到名干47个，所以这顶头才47个。了解。这47个翻出来了，因有伫圣经的头前致读者是一封长信。然后伊圣经哦，我若翻安尼吼，翻这边较活意思，迄边的人就较电；我若较翻迄边意思，这边的人就较电。因讲，若毋是国王吼。到后壁甲咱听咧，阮早就死于非命。遮趣味吼，甲大家讲啥代志。迄阵 King James 翻出来了，清教徒要刷去美国第一只船顶头，人咧顺行李吼，是不准你揸 King James。迄阵迄个清教徒吼，坚持迄个 Knox 迄本册诶人是船长，所以我若看你揸 King James 迄本，我无要互你上船。
迄阵的保守是保守到迄款程度，轻剑是不准用，结果咱今日是看轻剑是足权威迄款关系。我知影无说意思，就是讲小巨人算讲是规正较一行头前诶，因为一个版本的。对，迄是种拢是翻译的。对啊，但是英国人刚讲你迄翻译毋对。你毋是，你迄是伤过粗俗啦，阮这较高尚啦。但是北边遐人，因就感觉讲英国已经去用偷蓝调，我来坚持阮的版本，所以一开始嘛，毋是拢接受了，所以甚至因尾后要走去美国的时阵，因拢希望讲是用原本迄个版本啦。对，所以他会讲啊，无想到今仔日讲King James，大家来感觉，敢若讲我足权威呢。但是我英文无好到迄个程度，但是人讲 King James 甲迄个莎士比亚诶，迄个用法上是足像诶。就是讲因咧翻译 King James 时阵，拢有规定讲，逐句拢要大声读出来，因为迄阵捌字诶人个足少诶，所以你要读出来，那人听有，而且是那个演戏的感觉。就是讲袂使伤长啊，为了有迄听了有迄感动是吧？震慑到迄个感觉，所以有这个特色。但是我看无写出来，老实讲。但是人讲你若对莎士比亚名也熟，你要读 King James 就轻松诶。就迄个时代味在内底啦。我即晚拢看 NIV， 所以我毋知。NIV 的即摆物件，NIV 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真好读的，那即摆读英文的，所以咱今日讲到遮，后壁阁有，其实我感觉这是应该各位拢爱甲读一摆。这真侪故事吼，拢会牵零零散散物件，这篇文章几个拢甲串联起来。而且有当时你咧思考咱即摆伫教会生活，是讲台湾的，毋管是民主啊，什么代志，你会使想起来，就是迄个时阵真有大变化。因为你看，各有一派人感觉讲，我就是国王，就是教会头啊。你这无法度想象，无法度想象。对啊，所以有诶，就讲迄个英国迄个时阵，这个问题，迄个终极尾就是咧讲讲代志。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啦，毋是罗马的英国啦。但是伊是因为宗教问题，他开始有这个意识出来。对啊，结果尾啊，说变成建立一个独立啊个真强国家，对，把这个信用个传出去。伊伫遐足侪改变到今仔日嘛，才影响到今仔日足侪所在啊。对啊，我要讲一件代志的，因迄阵的法院啊。在迄个审判时阵啊，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就是讲你若是神职人员，来讲甲迄个宣告关系的人，你会使减刑，啊，问题是要证明讲你是神职人员，牧师要证明，你即摆要证明你是牧师。你讲有一个什么证书？有啊，中国教会有啊，对，中国教会是有。较早我想是无啦。对啊，所以伫初代教会有常常有迄款问题啊，就是讲，逐教会迄落迄阵也无什么神职人员啊，教会有一寡领袖尔，有一寡世界说来说去的讲是使徒教出来的人，世界起就开始传道理使徒后来惊即款人有诶人毋是黑白去世界黑白讲看要安怎？对啊，这蛮证明诶。迄阵足新鲜呢，迄规定啊偌哟，迄若变啊就是带2枚3枚抑佫毋走，迄是变啊。用一寡迄个。你若较爱钱啥？应该毋是速度派。对，其实嘛，即摆报段呢所以有当时也有组织就是安尼。你会使我问者讲，这是毋是迄个？对啦，是过说咧啥？但迄个年代真趣味哦。就是讲你若有法度背出一段圣经，就变成讲伊会证明讲你是神职人员，会使减刑。啊。这段就是诗篇51篇第一节到第9节。诗篇51第一节到第9节。所以我就是讲迄个时代啊，嘛有真侪这个问题。尾就变讲大家拢一定爱背这51篇第1节到第9节。这么真好。上帝啊，你的听未改变，就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就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目睭前。我得罪你，我得罪的是你。
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舞台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意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教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搁再欢喜快乐。求你面越走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对啊，真水吼，但是这个时代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能，等你要背起来再践行。咱就等于看伊个时代有真侪真趣味的代志啦。啊，个想起来讲，哇，这位也是真侪啊牺牲，咱到有今嘛这样自由的时代啦。对，好啊，上尾请牧师，咱来读经句。来，咱来读头拄啊诗篇51篇第6节甲第7节。你意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教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我去读一摆吼，诗篇51篇第6节。你意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教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